昆丁啦，嘿啦，哎呦，快啦！今仔日真正有一个辣妹啦，辣妹就对啦。上热烈的呼啊声，甲鼓励一下，欢迎辣妹驾到！哎，你腰闪着对无？你是毋是腰闪着？我即摆是想要吐，我细汉就吃白米，我就摕一个石头，摕一个石头做大了未？我就讲啃了，看那太凶啊！我等于跟阮老母吊起来吧。啊，伊上啥物甲你吊？用绳啊。对啊，绑起来嘛。磨啊，绑起来无？啊，就摕迄个四手啊，还是啥物结啊，安尼顺嘛。四手啊。哎，你袂输敢若你长咧啊？啊啦。你若来乡村一定爱买一罐。咸酱啊？咸食酒，对，咸酱。我台中人，你敢讲咸食酒真正假啦？什么拢会当单，是不是？